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福喜来嘅，我係吳依容。今日嘅來賓呢，伊係一位新生代作家，雖然佢後生，不過呢，伊開始寫入登上會得獎哦，啊，同時也出版呢一本書，很多人字幕，也唔係伊嘅第一本書哦，伊用伊嘅幾多短篇嘅小說來講，幾多年嘅生命故事，還個講伊嘅家鄉。有非常貼切的一道風俗民情啊，的分享陳凱琳。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來自於建工，就是我們現在講說江總的陳凱琳。哦，你說的這個地方是在新埤？對，新埤。哦，你才在那邊長大？對對對。剛剛我有跟觀眾朋友說哈，就係唔係下來東都同新埤有關的事情，可是我們當然先回到一開始。就是你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嘛，就是這個新埤好像跟你的關係很深。對對對，其實我在新埤的鏡莊長大，鏡莊就是鏡子的那個鏡，江總。然後我們現在會比較就是比較常聽到的是建工村，然後在地址上我們也會寫建工村。那其實一開始我小時候很小的時候我就有聽過，就是鄉裡面的老人家會講江總，可是那時候我並沒有辦法跟他聯想，就是中文字原來是建工村3個字。因為你小時候就叫建工村了。對對，小時候那個時候寫的我們就是聯絡簿上面寫就會寫建工村，可是老人家都講江總，然後我就覺得3個字跟2個字對不上啊，然後長大了，我覺得這段記憶有一點模糊掉。是後來就是有一次在我阿公的喪禮上，然後有一個法師，他比我阿公年紀大很多，所以他在就是拿香的時候手都還是會發抖的那種狀態。然後他那時候就是不是要呼告弟子嘛，他就一直講江總。所以那個時候小時候很模糊的記憶才找回來說，原來我生長的建工村其實它在更早的地名叫做江總。然後江總其實也一直會出現，就是在書裡面，因為它就是我成長的地方。那江總它其實會有這樣的名字，我覺得它有一個很美的故事。當然，這個故事背後在更早年前，可能100年前，它是有很大的災難的。因為鏡子的鏡嘛，它就像是一個湖水的鏡面。那其實江總它的地下伏流水非常的豐沛。所以在更早期，我們的河道引流可能都還沒有辦法有很好的技術的時候，它其實只要水災一來，村裡面它可能就會有很多小洼，然後像湖泊這樣子美美的像鏡子。我們現在聽感覺好像是美美的很夢幻，但是其實我們如果放在100年前的一個背景的話，水災就是一整個都是水的湖面，其實應該不會是一個浪漫的事情。就會看凱琳按後生哈，不過講按頭白的事情，好像有一點奇妙的感覺哈。而且回到其實唔會對故鄉按了解，應該同寫作咩個有關係？哈，我寫故事，故事唔會故鄉會啲頭白我嘅家鄉發生按多乜嘅事情。對。但一開始我看到資料，以前晚上唔係好寫作文呢。對，小時候不是，你小時候是怎麼樣的小孩？我小時候就是很乖的小孩了，可是不愛寫作。對，因為其實我覺得客語教育在這幾年，它有非常大的力量進來所謂的鄉村。然後其實我自己感觸也蠻深的，在我小時候讀的新埤國小，新埤國小，然後它其實那個時候我們推行的所謂地方方言或是母語教育，並不是客語，我們是閩南語。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候參加的母語競賽是閩南語競賽。對，所以其實在江總或是新埤鄉有蠻多，它其實閩客語言是相互使用的。那小時候因為在這樣子的環境下長大，所以我閩南語可能會比客語來的還要流暢一點。那現在其實新埤國小它現在的母語教育已經是所謂的客語教育，那我就會發現其實像小我12歲的弟弟，他所參加的就是客家劇團啊，然後就是客語朗讀、客語演說，然後也去參加所謂就是客語相關的競賽，就可能跟我的成長背景已經有一點落差在了。
对，那我会想要一直写，就是关于家乡的故事，也是我小时候常常跟在阿公阿嬷旁边。那老人家就是带孙子出门，就会跟乡里一起聊天，大家板凳坐在树下。我们家可能5、6年前还有一棵门前有一棵很大的龙眼树，就附近的老人家就会把它当成是集散地、聚集地，然后会在那边聊天，就会听到很多小道消息啊，有趣的内容。所以刚刚睇材料的按到老人家。有行人没有好老人，就係旅遊安尼。不過其實睇下糖嘅，也係講下吼，可以淋入糖嘅食。對對，其實伊唔算，如果講唔算行人咩唔算咯吼，嗰種那個細分子葉。對，你們家的組成很有那些族群。對，其實如果說我們以爸媽來看的話，那當然是2分之一嘛，就是我媽是我媽是閩南人，然後我爸是客家人。可是如果我們再往上推上一輩，就是阿公阿嬷那一代的話，我外公外婆是宜蘭腔的閩南人，然後我阿公他是客家人，他確實是客家人，然後我阿嬷呢，她其實是就是時光澗那邊的閩南人，但是時光澗這個地方也蠻特別的，它其實我在翻就是更早的資料，可能像古地圖，他會認為它是一個客莊。那其實時光澗位於嘉東鄉裡面，它是嘉東鄉的衛星村，所以有蠻多就是傍晚的時候會有一些市集啊，然後會有大家賣菜的一些，會有主要的幹道都是聚集在時光澗。但是其實現在我們所認為的時光澗會認為它是閩南人的聚落，那我阿嬷就是來自於那裡。阿嬷阿婆，阿嬷係加多。加多新鼻，hand頭都有講，阿婆會感覺伊加過了一路係行人的。對，超。antipano 吼。對，跟我們這一輩的想法會不太一樣，對不對？對。他小時候是閩南人文化長大的，可是其實我在他身上並沒有辦法很明確的看見我們很認知的，就是閩南人的文化，或是就是他所說的一些台語、客語、台語的內容，但是我能夠很強烈在他身上找到一些關於客家莊的一些料理啊，或是一些信仰。我後來在書寫中慢慢爬出，才發現其實阿嬷她一直認為她自己是客家人，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就是她很多文化的表徵啊，她的行為現象，就是一個客家人的客家女孩，或者是客家媳婦的一個模樣。你後來寫作嘅時節，起碼嘅東西會本按上去寫，同阿婆嗰有關係呢東西，係因為從細路同阿婆嗰親係咪？其實一開始我在寫關於客家的小說，或是說客家文學的時候，我並不那麼認為它是客家的一個內涵在裡面，因為其實我那時候並沒有辦法很分別，就是所謂的客家跟閩南，因為我從小生長的環境，就尤其我跟着阿嬷的時間比較長，它常常是閩客交雜的，就是那種狀態。然後蠻有趣的，就是他小時候帶着我在身邊的時候，然後他跟大家講客家話，因為他跟鄉里講可能會講客家話，然後跟比較年長的人會講閩南語。但是我那個時候會很自動的語言轉換，就是大家如果鄉里的人用客家話問我，我也會用閩南語跟他應答。那我發現這是沒有障礙的，就是他們還是能夠很流暢的用客語回答我。但是在我很清楚知道，原來我說的是闽南語，而他們說的是客家話，這個分別不同，就是我開始知道原來這不一樣的時候，是有一次我到了內埔。我到內埔，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我去買菜。那我們印象中看到阿婆老人家就會想說用台語用閩南語用台語跟他講這樣子，用閩南語跟他交流。然後那個阿婆蠻有趣的，他用華語回復我，他就說：妹妹啊，我覺得你講話好像有一點客家音，但是你闽南語我也聽不懂，你用華語跟我講就我聽得懂，阿婆聽得懂。對，他聽得出我的閩南語當中有一點客家的音，所以它不是很就是我們所聽到的很正統，或是說語言很道地的閩南語。我那時候才知道說，原來我說出來的語言叫做閩南語，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感受。那個時候你大概幾歲？
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快20多岁了，我才恍然大悟的说，原来我生活的一个家乡，它给我的养分是那么的丰富，然后丰富到我可能有一点模糊。那个时候还没有写《西摩耶》，还没有。那我们说到《西摩耶》这一篇，就是算是凯琳第一篇，写为同客家非常有关系，做得讲头道面有同客家有关，甚至嗰道用诗用词都是合法嘅一篇短篇的小说，佢係後生文學獎得獎嘅作品。唔家下侬會想講啊，我來寫一篇同客家有關係呢？因為人講一開始唔會想到，唔過可能以前寫嘅文章，唔成種環境旅遊，可能旅遊就會客家嘅東西睇嘅，唔過冇意識到。侬會想講寫每一篇啊，我會完全去寫客家嘅東西。其實我一開始寫的時候也並沒有很把它界定說是客家的小說客家文的內容在裡面。那時候有一個後生的文學獎，後生文學獎其實它一開始出來的時候我就有關注它，可是因為我覺得我寫不出來關於客家的東西。那後來是就是那一屆，然後我阿嬷可能在那一年身體狀況沒有很好，然後她開始非常大量的告訴我她過去的故事。他以前也會，可是可能以前還有鄉里陪他聊天，可以分散注意力。可是他在病榻，就是在病榻上的時候，沒有其他人可以分散，所以變成他唯一跟我講述的，就是他講述的對象只剩下我。那時候他就很大量的告訴我，就是關於他小時候開始從他就是15、16歲如何就是從跨越那個就是新皮大橋，然後跨越那個溪，然後如何來到江總這個地方，然後如何認識這些人，然後這些人某某某又有什麼故事，他就開始羅列很多人的生命。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我只是一個起心動念，我想要把他這個人的原型以及他曾經來到江總這個地方的路程寫下來。那寫下來之後，因為那時候阿嬷她告訴我的時候是用客家話告訴我的，所以我就用客家話寫。那寫了之後，其實一開始投稿有入選，我覺得很意外，因為我覺得他是開啟我這本書有勇氣繼續去挖掘關於我家鄉江總或是客家文化很大的一個轉捩點。因為我那時候在比賽，然後比賽入選，當然就很開心。我那時候就想說，大概就開心領個獎，然後領完獎金我們就去花錢，是那一種狀態。可是那個時候主辦單位跟我聯繫說，他很欣賞我裡面用的客語字，那他特別找了客語的老師幫我校正一些我可能用的介系詞沒有用得很好。那他當然也尊重我說願不願意這樣子改。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因為我從來沒有遇過一個真正能夠用客語字來教我去書寫的人。那後來經過這一篇之後，我就覺得原來其實關於阿嬷所說的故事，它有很多就是我們生活的客家的一個文化，客家的一個內涵在裡面。那我就開始往下寫，然後也會嘗試，就是如果我在這一篇裡面所遇到的人物，就是我設定的角色，他說的是客家話，我就用客家話去呈現，就是努力的去一點一滴把那個字找回來。好多聽凱琳講吼，我相信觀眾朋友們都很愛聽用。我剛剛講故事，很引人入勝。那人確實會寫作冇太大聲嘅吼。等下呢，我哋了解下聽歌，繼續請凱琳同我哋分享伊嘅人生故事。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今日我哋來賓係作家陳凱琳。多凱琳有講到吼，侬會想愛寫一個第一篇呢，同客家唔單唱故事吼，還個文字也都有同客家有關係嘅西摩耶。我有看到你這篇，這視角可以貼配吼，你的視角不是用人的視角吼，為什麼那時候會想用按貼配的方式來寫安呢故事？
因为我阿嬷当时一直在转述她过去的经验的时候，我发现她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们，她可能不是单一只，因为我阿嬷很喜欢养狗狗，然后她就是昨天我还问我爸爸，就是我们一起厘清，因为我们家太多狗狗了，所以我们昨天还一起厘清说，阿嬷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到底那只狗狗是黄姑姑呢，还是花姑姑？那我阿嬷很特别，她不是对，她是讲姑姑，她不是讲狗语，因为我们一般客语不是会说是狗语嘛，对。然后她会说是姑姑，然后她就说，其实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是因为后来就是在我就是几年前，我妹抱了一只就是野狗回来，然后那时候我阿嬷一看到那一只狗，她就说就姑姑啊。然后我爸就说：“哟，姑姑，我们家已经有多少只叫姑姑的狗？我们都要用颜色去分辨它们曾经在我们家生命发生过什么。”那我就觉得，狗狗在我们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的存在。那至于我阿嬷也是，因为她在很多农作的过程当中，她都会讲到很多狗。那她就说这只狗如何陪伴她，然后这只狗离去了是遭遇了什么，他曾经又为了这只狗做了什么。那我就觉得他不只在讲述就是可能很枯燥乏味，就是 Sammy 怎么嫁人的那一段，他有更有趣的就是他去讲他跟狗狗那个情感。那我就觉得因为阿嬷那个时候身体已经不是很好，我写这一篇的时候其实阿嬷还在，那时候她身体不是很好，我就想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或许我可以用她生命中曾经出现的那一些狗狗，它可能还思念的那一些狗狗，去把它带回来，带到一个故事里面，也许他们可以共同的生活在一个空间里面。我那时候写这个故事有这样很强烈的一个想法。你感觉讲到同阿婆的这种感情，还有相处的时光，我通会会过分享呢，因为我都无也个机会同老人家，阿公阿婆都无。家公家婆妹冇，你完全冇嗰種同老人家相處嘅機會。係，如果講我講，你有機會去聽老一批人咧、斯坦人的故事，韓國有能力去寫下來，是很值得珍惜的事誒。我覺得就是很多都是機緣，因為一開始你也不會想說要去寫。那是因為阿嬷在病榻前，她就講說，我會講那麼多故事也沒有用，我又不會寫，因為對，她說她不是字，她可能只認得1、2、3，或是自己的名字，她沒有辦法寫。然後我那時候就跟她開玩笑說，那不然我幫你寫，我幫你寫成故事。然後這個玩笑當然我有寫成一個小短片。去投了吳濁流，有得獎。然後那時候他在病房，我還把那個原木的獎牌拿到病房去給他聞，說你有沒有發現這是檜木的香味？那他當然不懂這個得獎的意義，但是他大概能夠理解，說我把他說的話寫成了一個故事，有被流傳下來。然後那個時候他就更洪水式的去告訴你，因為他覺得原來你有興趣寫，然後你也會寫，那我就開始告訴你。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好像冥冥之中一步一步的，對，一步一步往前推。所以也讓你後來寫的東西就會跟這些更有牽連了，對不對？對。那會出版《藍之夢》也是嗎？我覺得也是有蠻大的一個緣分在的，因為我後來寫完《Sammy》之後，然後隔年就是阿嬷離開了。那離開了之後，因為她的遺物是我去整理的。那我整理他的遺物的時候，我本來期待，因為他曾經講過那麼多關於他舊時期生活的內容，然後小時候他也會教我打那個紐扣，就是他說以前他們小時候要自己做衣服，就是藍衫，然後要自己打紐扣，然後他也說就是他爸爸還有他阿公以前都會穿那個唐裝，然後女孩子的紐扣要自己打，他很小的時候會教我打紐扣。那後來我問他，他當然已經不記得紐扣怎麼打了。那在他過世之後，我整理他的遺物，我本來期待會發現那一些舊衣服，就後來發現一件都沒有。他的衣櫃裡面反而都剩下那種
参加喜宴的很漂亮的那种套装。那我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我那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失落感，就是好像一个曾经他这个人的生命曾经过得如此的精彩，不管是与人争执也好啊，或是说与人妥协，他的生命曾经是那么的丰满，可是最后还是就是感觉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所有的记忆也都消散了，连个纽扣都没有留下来。所以后来我就用这样子的遗憾感去写了蓝山。蓝山就是他感觉在去追寻很多蓝山的感觉，就是一个主角他不断的去追寻他家乡当中的蓝山，然后去旧房子去找那些老人家去要他们的蓝山，就感觉有那种巡回的意思在。古时候那个人字幕的人，如是就超蓝山的人，对，那个梦呢？梦其实就是有一种就是如梦幻泡影，它有一点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有一种，你所有人世当中，它其实就是像一场梦。然后当然在有一些篇章里面，它好像就是一场梦一样，就是像泡沫一样就没有了，即使这个人的生命再精彩。那在有一些篇章，它其实有一种幻想，就是他是想追寻的，像《胎损》里面的男主角，他希望去追寻一个完美的爱情，就有那样的追寻的感觉。人字幕那本书如是有10篇，係咪？短篇的小說，10篇。就是迄大部分如是阿婆講過的故事有睇啲背哈？蠻多都是他說過的故事。那有一些是我爸爸回憶他小時候在靖莊裡面的某一些老人的形象，像是我爸爸曾經講過一個我蠻印象深刻，他說在我們老家後面有一個老先生，他總是在新年的時候就是寫書法。那其實我推算那個老先生的年紀，他可能是1895年左右的人，就是日治時期轉換的那個階段的老人家。以現在來算，大概120年前了吧，甚至130年前。那在那個年代，在靖莊裡面，他可以執筆寫書法，那他的學問一定是不得了的。那我那時候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背景。那我爸說，他們小時候，他其實也只記得一個小小片段，就是小時候村裡面有很多小孩子會拿着乾的毛筆，然後去替那個老先生，因為他寫完書法放在地板上曬乾，那個墨字會濕濕的，他會請小孩子去幫他把那個墨字點乾。那我爸爸印象裡面其實也是很模糊的，他的印象就是一群小孩在一個廣場上，然後大家點着墨字，就這麼短短的一個小片段。那我就覺得它可能是一個閃現的畫面，但它一定曾經存在於靖莊這一個環境裡面，所以我就把它寫在裡面作為一個開篇。如果按你講短短的故事，你都做得寫做一篇，對，中間還有一些，對。如果突然幾多的故事，可能有的咩係融合下，係咪？對。你做到療養以前有打最鼓嘛？還有講到講，萬世唔係幾好安尼嘅東西，結果太好研究所博士如何讀中文系，對，一個緣分沒個體配呢，對，其實我覺得接觸文學，或是說進入中文系這個領域，它可能都有一些牽引在吧，冥冥中有一些注定。就是其實一開始我並沒有很想要投入中文系，或是說走文學這條路，但是其實後來回過頭來看，小時候不喜歡寫字，但是你背了很多故事。然後國中時候為了逃避數學跟英文，我那時候就練了閩南語演講。對，然後高中的時候，我為了不想上台，因為老師都會看資料，看你的入學資料，然後想說，你國小、國中都有參加過演講，那不然我們班的演講代表你也去好了。那時候就不想再演講，然後覺得長大了，我不想要拋頭露面，就有一點叛逆。那時候我就說我不想演講，我想要寫作文，所以我那時候就參加作文的國語文競賽。然後到了大學，因為我們系那個時候有維持有那個就是校刊、系刊，然後因為系刊徵稿不是那麼的好，所以那時候就是因為編輯跟我很好，他就說不然凱莉你來寫一篇，我就說
我很久没有写文章，而且我几乎也都不写啊，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在接触这一块。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你不写，但是因为你跟我很好，你不写就没人写，难不成要我自己写吗？我就说好，那时候我就写一篇。那我那时候写一篇是写阿公过世，我们全家人送葬的一个场景，就写在小卡里面。然后后来到了研究所，就是因缘际会又开始教小朋友写作文。对，所以其实一路走来，虽然你好像不刻意的去接近他，但是他好像一直来接近你的那种感觉。我相信假使我阿婆喺度底底哦，有得奖哦，有嘛嘅韩基手写一篇迄个欢喜嘅，可是你团过到伊嘅故事录写出来嘅吼，对，也连起个一开始录冇想到哦，是。刚刚咧。大家聊一下，我能够继续请凯琳同我们分享以下周嘅内容和个心得。欢迎到转来福喜来嘅现场，今日的来宾係陳凱琳，係一位作家，都有講到幾多幾好聽嘅故事哈。啊，研究出版嘅一本小說，很多《浪子夢》，底部有4篇嘅短篇小說，如同伊嘅故鄉新邊，還有同阿婆都有關係。然後講到很多故事，我哋目前講到做風景啊，還有食物，也跟美屯嘅小說有關。對。其實，在客家的文化或是文學裡面，我們很容易看得見的一個表象就是食物。那其實我一開始也不知道，就是不認為說阿嬤她製作的那一些東西，它其實被界定為我們所謂的客家傳統食物。也是後來慢慢在書寫當中，才慢慢的理解說，哦，原來就是羅佩啦，羅佩，它其實在我們南客裡面，6堆裡面，它其實是一個很代表性的一個食物。那我後來有就是到其他的客莊，或是說離開晉莊到新埤，就是連到新埤跟大家討論的食物，就發現其實還會有一點微妙的不一樣。所以在《藍之夢》裡面，它有蠻多的食物內容在裡面。那像如果不喜歡，就是覺得看書太煩累，也可以去找裡面的小說，裡面的食物是什麼。我覺得這也是蠻有趣的探索的過程。那其實這桌上的這3個食物，它其實是來自於客家女兒紅這一篇小說。那我們一般所認為的女兒紅，其實就是女孩子就是剛出生的時候所釀的酒。那這個女兒紅在我們家有蠻大的一個意涵在，蠻大的意思在，就是其實我們家真正有女兒紅的是我妹妹。那我妹妹那個時候大概2年前吧。2年前的時候，我們家就是有整理一些老屋子裡面的東西，然後我爸爸就搬出了一箱米酒，就說這是我妹妹的女兒紅。哇，大家就想說，哇，30年的酒哎，那一定很久啊！大家想說開起來喝喝看，結果沒想到我爸直接一整箱搬上去，那個就是我們那個廳裡我們有躺下的那個神明桌上面，然後就把那個蠟燭的蠟點起來，就開始封。他說沒有，我不給你們喝，我搬出來是為了重新修繕它，他要把它封起來，不讓任何的人喝。就像現在這個一樣。對，所以我們一直覺得說，哦，它就是我妹妹30年的米酒，就是我媽媽那時候坐月子的時候剛好買來的。就後來過幾天之後，我們才發現又有一個小誤會在裡面，它其實並不是我妹妹30年的。我們後來看了，就是很多人看的那個日期，才發現不對啊，跟我妹妹出生的年紀差10年呢。它是10年，大概民國89年。就是公賣局賣的酒。那這個酒，它其實我們後來就是家裡面的人討論，那個時候買酒好像有一段時期是不容易的，所以就是一家一戶可能一天只能買2瓶。那個時候我阿嬤就是因為我弟弟出生了，我弟弟跟我差1輪，就是差12歲。然後我弟弟出生了之後，需要酒啊，然後需要坐月子。
他就是开始去收集，一天光顾2瓶，一天光顾2瓶。那后来我们有发现，这一箱酒确实应该是我弟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酒，因为它的日期是拼凑出来的，它并不是一整批被酿出来的日期。所以这件事情我三妹还不知道，她还一直以为这是她的女儿红，可能等下回去就告诉她你误会了，这是弟弟的女儿红。那这是我们一般对酒、对女儿红的一个想法，但其实，在客家的食物里面，客家女儿红它被拿来指称是所谓的老菜脯。那老菜脯它其实就是我们萝卜，然后用盐巴、粗盐，然后揉一揉，然后晒太阳，反复好几次，就是我们上面看到那一个一条一条黑黑的，那就是老菜脯，那是我自己做的。我为了写这一篇，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很熟悉它的流程，所以我就去做了好几次的老菜脯。然后我拿了最香的过来。这个做味道会下，对。那它其实是我们所认为的客家女儿红，但是其实我的故事里面，因为其实我们江总他不太有在做老菜脯的习惯，我们江总主要是腌那个肉配。还有肉配西，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高丽菜干，就是那个高丽菜干，然后会挤在那个罐子里面。那关于萝卜就是那个就是肉配西嘛。那时候我阿嬷就是，其实客家女儿红里面有一个场景是美浓，那我会特别把场景带到美浓，是因为我阿嬷那时候就是身体比较不好，但是她又很坚持想要去做肉配西的时候，就是我们开车载她去美浓。拔萝卜，然后我想说，让他知道拔萝卜很累，他以后应该就不会怂恿大家一定要每个冬天都做萝卜了，因为真的可能对比较年轻的人来讲，会觉得每个冬天你都做一样的事情，它的意义在哪里？那当然，后来我自己在腌制的过程中，有慢慢的去找到腌制它跟时间岁月它是有很大的关联的。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静心的活动，像有些人静心不是会打坐吗？或是我觉得腌制它也是一个很能够去找回时间感的一个活动。那后来我就去自己也腌了，就是肉配西。那自己这是第4罐还第5罐才成功，因为前几次，虽然以前我都会跟阿嬷一起做，可是她做她的，我玩我的。她叫我削萝卜皮就削，她叫我切我就切。至于她怎么去放那些料啊，就是怎么去放那个豆腐啊，或是那个甘草，你并没有很大的概念。那你真正要把一个料理做出来，你必须从头到尾去明白它的每一个步骤。所以我那时候做的时候，前面有好几个步骤就是漏掉了，然后我就想啊，一定是那时候我正在玩耍，所以我没有记得这个记忆。然后后来我就问爸爸，然后我爸爸就说，他大概是什么步骤？那我爸爸他也是不是很下厨房的男人，所以他的记忆也是用眼睛看见的一个记忆。那他就告诉我，后来还是失败了。那我就觉得怎么一直失败？不可能！我还去问，就是平常跟我阿嬷很好邻居，然后就问他说，以前阿嬷做萝卜都怎么做？然后他就说，以前阿嬷做萝卜，你不都在旁边吗？啊，你都在玩吗？我就说，对，我都在玩。然后他有告诉我，可是我还是没有很能够抓得到他那个发酵的诀窍。后来我爸就跟我，他有一天就突然间自己想到还是怎样，他打电话给我，他就说，林，我突然间想到。好像少放了一样东西，你阿嬷她不只是就是甘草跟那个豆腐还有萝卜而已，她还有放就是洗米水。那你要不要一次洗很多米，把那个淘米的水留起来？它好像有一点粉，然后你把它去煮滚杀菌，倒进去看看，就成功了。对，所以它其实是我们家或是我跟我阿嬷，她真的有去做萝卜的一个过程。那客家女儿红里面就有一个孙女跟着阿嬷一起做萝卜，不过他们做的就是我们真正所认为的客家女儿红，就是老菜脯。头都凯琳提讲呀，给过长的时间，其实有一个疑问，如係我下收水一天我要做下。唔講到最味嘅嗰洗米水，你講會哦，我會做哦，因為我下出來嘅東西，就是少了那個，然後你不知道。對。唔講你做出來嘅，你會提講原來洗米水係按重要嘅東西。對。你可是錄第一我想你一天我會做下。
我一开始就是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其实书写跟做这些东西的脉络是分开来的。我只是觉得我想要去找回阿嬷的味道去做，然后想要写阿嬷说过的事情去写。但是我后来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细节，像是你淘米水的这个细节。它有很多时候放在你小说里面，在小说书写的时候，细节才会是最感人。一个人的眼神回眸，或是说他的杯子的掉落，可能就会彰显出他的情感。我觉得有很多细节，可能才会是细节决定，就是影响结局的感觉。嗰度好闷嘞吼。刚刚你这个提写的时间，还有一带路嘿，我讲到嘿同客家有关，还有客家的文字，还有用法表达。刚刚我用的提供，这些要怎么使用？其实我对于客语的使用并不陌生，只是说我可能在发音上面不是那么的精准，所以有时候对就会对就会不是那么的赶，就是朗朗上口这样子。但是其实一个就是那个语言的逻辑跟组成，在我的记忆里面，在脑子里面它是很清楚的。讲一个我觉得比较神奇的事情，就是我有时候做梦梦见阿公，梦见阿公才会哦，梦见阿嬷不会。我有时候做梦梦见阿公，我会发现我在梦里面跟他讲客语，对，然后醒来之后我还能够重复那1-2句的客语是完整的，然后我还会惊觉自己的发音什么时候那么的精准。可是等你醒来真正清醒之后，开始工作之后，晚上你又在回想那一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模糊了。那我就会觉得，其实客语它的记忆、它的语言逻辑，可能一直都在我的生命里面。那我觉得透过书写，我慢慢的去把那一个语言的逻辑找回来。那像是其实我有时候写完自己在读，你就会发现这句话在这2天，跟我很密切，我就会念得出来。可是过个2-3天，好像你又模糊。那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它可以去累积客语的一个掌握。除了因为你感觉写作也它对你的意义是嘛？意义蛮大的，因为写作它其实是一个呈现生命的过程，它可能可以接住你生命中很大的遗憾或是失落，或是去表现你来不及表达的一些遗憾。当然，它可以记录一些很多快乐的琐事，所以我觉得写作它应该是一个解开你生命的疑惑啊，或是说你生活的一个记录。它可能不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为或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做。我相信大家听到凯琳讲安到位，除了讲吞阿婆啊，吞客家嘅一个情感以外，也有爽的作文课的感觉。虽然冇听错，不一定写作有进步啦。不过我有感觉舒服几多。今日非常感谢凯琳的分享，多谢。谢谢，多谢出席，多谢大家。那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真正的喜欢客家文学。我觉得客家文学是一个非常亲近，它就是落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文学。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家乡亲莫行开哦，接下来听众先生好好运通。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按讚，還個訂閱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